把它用省一点。不要害怕。去吧，你要想大头，饭拿过来。哎，不要太多。还有那大的在哪？也很简单，就变成一个。啊，如果你们有放冷啊，这个呢？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这只没有脚吗？这是特别的。其实羊都有脚，但是因为公羊它如果在发情的时候，它是会很容易冲撞小朋友，它会很胀。过来。新北市的米仓国小，在林代理校长的带领之下，有40几位的毕业的师生来到香田国小。我们精心的准备了稻草人的 DIY 课程，让米仓国小的同学能够将米仓国小的制服穿在稻草人上，并且在我们金黄色的稻田里合影留念，希望能够为他们的毕业旅行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我们都知道新北市的米仓国小跟彰化县的香田国小都是教育部的百大特色小学。那今年4月4号，米仓国小有发起儿童节的赠报活动。那我们学校也很感谢米仓国小赠报到香田，所以我们小朋友也准备了香田米来表达对我们对米仓国小一个感谢。今天很难得米仓国小来到香田国小。我们学校也精心的准备了口琴的表演，还有早期农具的介绍，以及杨妹妹的生命教育体验课程。最重要的是，我们还安排了制作稻草人的 DIY。那除了我们表达对于米仓国小来访的一个重视之外，未来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机会能够到米仓国小参访，两校进行学习，那搭起这两校友谊的桥梁。